个会记的坐伫底前线，今仔敢有来，看着家己了。慢慢仔回顾咱过去一年来，咱有做伙食饭，咱做伙行班，遮尔啊好看的菜色，好食的饭菜，是毋是？你嘛是每一个人背后拢有付出的一点一滴的汗，对。 互相彼此的心，就是咱每一班开班，拢有上天使班，啊嘛有拜五的啊是啊是经班，咱的家长拢是用心带着咱的小朋友来学着诗书五经，学着圣贤的脚步做伙行，啊，佮有咱的爱心花，咱的前线拢会想讲，咱过世的钱拢为倒去，过世的钱。 来收倒办倒，啊，搁有摕来回馈社会需要的人。这咱还未去过的泰国道场，定是看到跟咱讲哦，咱的前辈者，咱负责人，啊，搁有咱的橄榄树，拢会伫国外开放。除了正常咱的班会以外，开会班、演专班。 啊，搁有咱的拄啊小天使班、香港成长班，啊，搁有带着咱的前线吼，拢是用心。伫即个班会以外的时间，拢会来访亲，啊，搁有办着咱14年吼，14年咱就算第2啦。啊，若是要讲是民国184年有民办着咱的母亲节的咱的活动。 活动是要唤起咱每一个人心中迄份爱。各位亲贤，咱敢有发现，咱的爱体出来，咱的力量，咱的心，咱人的细胞拢会无同款。和每一次咱亲贤带动。 后壁重点仔咧推动道路的真济前线，有看到家己的影无？或者是每一次大菩萨拢会讲，我已经老啊，但是你拢有坐伫地上咧甲咱扶持，你嘛是一个菩萨，不管你台仔顶、台仔骹，幕后扶持，咱就有家己去想，这里3天里，咱前线拢固定时间，也交社会来提供着素食，知影素食环保救地球，啊，这是咱凊彩伫咱旧年即个花莲的即个灾难，咱嘛是拢有参与着，咱来赈灾活动，啊，搁有咱国内的一寡防灾，咱有善事。 啊，当然做善之外，嘛是爱有一寡娱乐吼，所以咱看咱伫道场，会当帮忙别人，会当行出外口，大家会当互相提升咱的身心灵，拢会当来非常的和谐。上辛苦的咱爱上天主吼。 定定，伫咧灶骹，咱哪有冷气人吹的时间？灶骹完全是无冷气的吼。大粒汗、细粒汗，就为着咧煮出一顿好食、好看，互大家会当接受愿意来素食的这顿
其我无明的影响，拢伫后面，会替咱推动着身体健康，互咱享受着真好食的一顿。有看到家己的形影无？这是咱每一次文礼班，文礼班的前提，因每一次来开班的前第一个月第二礼拜。 咱的组长拢是用心吼，所以真系咱会看会到吼，规穿短啊，开始甲咱穿甲足够的长啊，像咱前2天遮尔啊，拢会来遮练这个咯。这是咱今年114年非常开大的相片吼，那么有团主为一般的前提来晋升着坛主吼，这是一个不简单，领有坛主证。 我们人人头上插黄旗的这种价值，还有迄个快速通行的迄关卡授权又更加神哦。那真侪新鲜人哦，咱去啊参访啊，国外的、国内道路，其实都非常的让大家来看一下，在这一首。 我们到现在这一首歌里面呢，咱有看到家己的形影无？敢有看到？有吼，啊，咱是不是互大家掌声？不管是别人自己到这边给掌声。这是咱的古今班，古今班咱的上值得鼓励的吼，或者想要接触大家的手势，我们来掌声感谢这些家长们。 我们来掌声，谢谢读经班的家长。你讲咱无感老师，爱感家长吼，无甘愿愿意家囡仔带出来，咱就无这个班。啊，首先家长也是很辛苦吼，白天上班，晚上还要愿意把小孩家的大人小孩的出来，另外这个时间，就爱去家囡仔再来咱遮吼来学习，这种的情形真正是无简单吼。啊，当然嘛是着咱有一寡志工吼，愿意来投入。 其实一个道场的形成啊，若无一个咱的用心，迄个用心来自于所有的愿意参加的前线。所以啊，好像嘛，希望借大家手心，感谢咱各位自己愿意坐在这边来，大家掌声感谢自己，愿意坐在这里哦，你的愿意成就了一个反馈。啊，各位每一次吼，拢真用心来，咱不管是母亲节活动。 咱的像感恩活动，但是呢，咱拢会任何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，都会看见他们的身影哦，会来叫咱等下做一个欢乐的带动舱。啊，待会还是会有哈，所以咱厝内面若是咱学龄吼，更加厉害的小朋友，伊心中欢迎大家咱带来读经吼，读经会当互咱的囡仔好学思虑清楚。 各位重要的哦，这是家长班的小朋友展现出来的智慧吼，会当功课读了好，搁会当规矩，搁会当来对事大人友好，伫厝内面会当帮忙做家事，这是咱读经班的骄傲哦吼。所以各位前线厝内面老师啊，还是小朋友，咱国小啊吼，到幼稚园拢会当带来咱家的读经班。 班的班主任，然后这是咱即摆的行为班，同时搁有一个扶贫行为班吼。啊，我头前有来讲着，咱每一厝咱有一个互提行为班。这个扶贫行为班呢，主要是安怎呢？主要是咱公益的发音，讲公益的台语听不懂，听懂的前线，也是咱初来接受着咱的运动。咱用的是比较。 他生活化，他一寡理财、亲子教育这一类的内容，我大家咱来参加福利行为班。同时，我嘛有开着小天使班伫2楼，咱会带着囡仔，赶快跟家长们一样，他们一样进来会有课程哦。所以第2礼拜，每一个月第2礼拜配会班都是福利行为班，伫咱2楼。